第一关山玉山可能的欠水可汗，这款的情形到明年3月进前可能拢无法度改善。即嘛是寒天，山区本地就可汗较无落雨，若是山底厝，这水塔老早就已经打起啊。要来打底啊了后，玉管处即嘛赶紧呼吁民众，讲爬山都要家己穿啉的水，才袂无水通用。照个相吧。 民众爬台湾第一关山玉山爬甲大粒关、小粒关，总算要到终点啊！赶紧停落来啉茶休一下。毋过四界看，毋管倒位，拢无山泉水，因为寒天到啊，玉山山区开始要无水通用啊。长长的水管含一滴水都无，这讲线本来拢是为着要甲水接去山内厝，互人用的。毋过玉山国家公园内底水塔欠水量普遍无够，有诶阁已经打底啊。玉管处嘛讲，若是阁毋落雨，恐惊到明年3月拢同款会欠水。 在秋冬时节，山区里面久未下雨，以至于我们玉山园区的山屋严重缺水。来登山一定要自备水分。玉管处进一步讲，白云山庄逐工爱用的水，拢爱为溪仔底抽起来，看会出来真是真欠水。呼吁民众打水机去爬玉山，可能爱家己排水起哩，或者是先查好适合的水源地点，避免无水通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